月子水分為支裝同袋裝有啲咩分別㗎？另外，玄米菊茶當中有冇啲唔同嘅成分？3款嘅成分同製作工藝都係一致，以日本品種米菊菌、花東原糯米以及宜蘭優質水源，經過傳統工藝發酵萃取而成。唔同嘅包裝喺應用上有唔同嘅優勢。支裝930毫升，主要用於坐月，因為產後用量較為多，建議用量為每日1至3支。袋裝200毫升，用於月經照顧、經期調理，可搭配藥膳調理包1比1使用，亦建議煮食及戶外時飲用。玄米菊茶為150毫升一包，建議日常調理，在家或工作時撕開袋即可飲用，份量啱啱好，唔會造成負擔。簡單嚟講，考慮每月用量去選擇唔同嘅包裝，使用上都有唔同嘅方便因素。